对，鬼哥的专辑其实我在收到的时候就已经签给他了，对，然后他们的家人也帮我放在哥哥的床头上，对我写了哥哥永远想你，永远爱你。潮流的机制，正前方 pose 给我们，眼神给我们。你问我冷我宠我的微笑等宇宙 ，You 的套路太久，但我还是新手。我可坏可疯可猛，能冰山也懂幽默。男孩请别轻易出手 ，I'm a girl you know, I'm a girl you know.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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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你问我冷我宠我的微笑等宇宙 ，You 的套路太久，但我还是新手。我可坏可疯可猛，能冰山也懂幽默。男孩请别轻易出手 ，I'm not a girl you know。你问我冷我宠我的微笑等宇宙 ，You 的套路太久，但我还是新手。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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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我的干女儿，干女儿来了啊！用飞的，耶！送给我送礼物啦！哎，有没有麦克风？这干嘛？因为今天呢，其实我们个的任务呢，就希望他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俨然就是一个小天后的架势。哎呦，我不敢。我们希望说，哦，他就可以送给他这个神力女超人的一些配件，让他好上加好。对，芊芊，你有什么话要跟干妈说？祝专辑大卖！你可不可以不要每一个东西都宣传自己点还要再叫你女儿说吃点点心。我觉得这年头敢找我宣传的人不多了。自从吴克群找我宣传之后，那整个洛西极限都被盖掉，没有错，完全变成是点点心无极限。对对，四位看一下，我们从左手边先看一下。谢谢，真的是从鬼鬼是小女孩的时候就一起玩到现在。嘿嘿，来，是不是鬼哥又有说要买你的那个是专辑？对，鬼哥的专辑其实我在收到的时候就已经签给他了，对，然后他们的家人也帮我放在哥哥的床头上，对。大概什么时候最签证？其实那时候刚10月初我就已经写好了，然后昨天玩很大也播出我逼哥哥买专辑的画面，然后希望下个礼拜大家还是要继续支持玩很大，对。我写了哥哥永远想你，永远爱你，